聯邦政府重新啟動電動車嘅補貼計劃，補貼嘅金額最高有5000蚊。今日我哋就一齊睇下究竟呢個計劃有咩限制，同埋市場上有咩車款嘅選擇。為期5年嘅電動車可負擔計劃，由2月16號起正式生效，為合資格嘅全電動車提供最多5000蚊嘅補貼。插電式混合動能車，即係 PHEV， 就可以獲得2500蚊。補貼適用於售價不高於5萬蚊加元，並喺加拿大或者同加拿大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國家製造嘅車輛。至於租車方面，若果租期為3年，補貼金額最高係3700蚊；4年以上嘅租期就可以獲得全額5000蚊嘅補貼。截至2月27號，聯邦政府嘅網頁上列出咗72款車。不過如果剔除年份同埋配置版本嘅話，其實只有13個汽車品牌所生產嘅22款汽車符合相關資格，包括15部全電動車以及7部插電式混合動能車。其中有6部係美國車、7部韓國車、4部係日本車，仲有3部歐洲車。大部分歐洲及日本嘅電動車，以及最受歡迎嘅 Tesla 電動車，都因為售價高於5萬，都未能夠受惠。早前總理卡尼宣布，將會為每年49000部嘅中國電動車調低關稅至 6.1%。不過呢一批中國製造嘅電動車，同樣唔會受惠於今次嘅補貼計劃。我哋就訪問咗有最多合資格車款嘅 Kia， 了解計劃嘅實際情況。受訪車行表示，目前店內共有8款電動車嘅型號，包括5款全電動車以及3款 PHEV。若果連同唔同嘅配置版本計算，總共有18個選擇符合聯邦補貼嘅資格。不過部分高配置版本嘅原本定價略高於5萬蚊嘅門檻，但有銷售顧問表示，原廠調整優惠可以令到車價低於5萬，符合聯邦補貼嘅資格。加上車行嘅現貨折扣，大大提升咗吸引力。有啲車款例如高啲嘅 trim 數，咁佢就啱啱過咗政府要求嘅5萬蚊 MSRP， 咁原廠就會做一個優惠，咁就 make sure 架車係可以 below 呢個5萬嚟 fulfill 呢個 rebate 咯。最高嗰部差唔多有成8500蚊加字 after tax， 5000蚊就係政府嘅，3500蚊就原廠嘅，係啦，仲未計自己可能 dealership 會再有啲優惠，如果架車係現車嘅話。政策公佈之後，市場反應迅速。車行表示，部分型號喺2個星期內已經賣晒，銷量較以往顯著上升。有冇多咗即係客人去查詢？多咗好多，多咗好多。反而有啲車款真係會好快咁喺2個禮拜度賣晒。以前係可能係坐幾個月都賣唔出，但係啱啱一出2個禮拜就已經賣晒。我自己 volume 嚟計啦，我上個月買 PHEV 可能係得1部嘅，今個月可能升到有5部咯。除咗價格因素之外，日常維修同埋燃油成本，亦都係消費者考慮嘅重點。Nigel 指出，電動車無需定期到車房更換機油，加上採用單踏板駕駛，利用再生制動系統喺減速嘅時候可以收回能量，減少剎車嘅損耗。有數據及政策研究公司 Atlas Public Policy 指出，一般而言，電動車每公里嘅維修同埋保養成本較同級嘅汽油車低大概40%，不過仍然需要定期檢查以及保養輪胎，但長遠嘅支出相對較低。加拿大汽車協會指出，電動車喺冇補貼嘅情況下，車價一般都係較高，但由於維修次數較少，燃料開支較低，部分保險公司亦會可能提供較優惠嘅保費。長遠而言，整體用車嘅成本往往較汽油車為低。有例如 for example 而家架 Niro， 佢有咗優惠之後，架車可能一月供係600蚊，咁discount 咗之後差唔多係成400蚊一個月嘅啫。at least 每個月供啊，連埋稅，咁客人基本上唔需要擁有。普通供一架 Niro 嘅 hybrid 都講650蚊左右到不等 lease 嘅話，咁變咗250蚊你叉電都好或者什麼都好，其實一個月係慳到最少200至200蚊左右到 on gas saving。對於電動車嚟講，充電設施都好緊要。聯邦政府將會投資15億加元，擴展全國嘅電動車充電網絡，進一步推動電動車嘅普及。聯邦政府將會透過加拿大基礎建設銀行撥款，資助多個項目，
務求加快全國各地興建電動車充電設施。總理卡尼表示，呢一次增撥嘅資金係為咗簡化電動車充電嘅程序。佢強調政府嘅目標係令到充電嘅過程變得更加簡單，讓國民日後為車輛充電嘅時候能夠好似喺油站入油一樣方便快捷。如果佢想推全 green 嘅話，一定會有幫助啦，因為始終電車呢度係比較少人去買嘅時候，呢度唔係咁普遍，唔同香港。咁如果佢真係多咗咁多叉電站嘅話，一定會多咗好多人去買，因為而家喺附近嘅話都係得一兩個，即係幾個比較大型嘅商場係有叉電，其他商場都冇。同埋有嘅話，基本上全部都俾人叉晒，因為得嗰幾個位。Nigel 指出，若果使用家用電源充電，即使每日行駛約100至200公里，每月嘅電費平均都係80蚊，實際開支就視乎駕駛距離同埋充電時段而定。此外，電動車亦都係安省綠色嘅車牌，即使只有一名司機，亦都可以使用高承載嘅車道，對市區通勤嘅人士具有一定吸引力。電車有 green plate 㗎嘛，咁你揸 carpooling 嗰陣時候，你直接你一個人揸，你都可以用 carpooling 去揸，你唔需要儲夠兩個人去 gas 嘅車，一定要儲夠兩個人先可以好 fastlane 㗎嘛，係咯。咁有啲呢啲咁嘅因素，而家好多人就不如要部PHEV 啦，咁佢又係 green plate， 又有可以插電，又可以用油。至於供應方面，Nigel話由於部分車款需由韓國進口，訂車一般需要1至2個月。受美國關稅影響，部分喺美國製造嘅型號未能供應加拿大市場，否則需要支付大約35%嘅關稅，令到成本大幅上升。因為個車美國做，所有車喺美國運過嚟都有35% 嘅 tariff。因為好似一架5萬蚊嘅車，俾30%同1萬蚊淨係齋俾稅，未計依度嘅 local 嘅 tax 喎，依度嘅13%，咁唔 make sense。車行表示，扣除原廠及聯邦優惠後，最平嘅一款電動車售價大約36,000蚊加稅，屬入門級嘅5座型號。不過由於價格吸引，現貨數量亦都有限。而目前購買電動車嘅客戶，多數都係區內使用嘅人士，日常用途主要都係返工同埋接送仔女。近排亦都有更多嘅本地家庭考慮較大型嘅電動 SUV。業界認為，隨住補貼政策重啟同埋充電設施逐步改善，電動車嘅市場有望持續增長。不過消費者購買前應該了解車款嘅配置、續航距離、充電需要以及更換電池同埋維修嘅成本，審慎作出選擇。